分享一款做法簡單、一睇你就識嘅黃油小餐包。呢個配備整出嚟，奶香味十足，非常之鬆軟，放佢2-3日都唔會變硬㗎。鍾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，跟住視頻咁樣整，你都可以一次成功。今日請出我嘅新助手長帝嘅廚師機，解放雙手整麵包真係非一般嘅快樂。將屏幕上嘅食材除咗鹽同黃油之外，全部倒落去，先低速打佢2分鐘到。見到佢咁樣抱團之後呢，再轉高速打多佢4到5分鐘，出嚟比較厚嘅手套膜嘅時候呢，再加入軟化咗嘅黃油同鹽，高速打多佢7到8分鐘。如果你自己用手搓嘅話呢，大概都係要10零20分鐘㗎，主要都係睇狀態。你睇下，話咁快，超薄嘅手套膜就咁就輕鬆搞掂㗎啦。打好嘅麵團轉入個麵墊度，將佢哋平均分成36份。我專登稱咗一下，我呢度每一份大概係27克咁上下。將佢哋撳扁排氣之後，再用你習慣嘅手勢搓圓，收口向下。跟住擺入28乘於28嘅烤盤度，先擺4周，再擺中間。喺表面薄薄地咁掃一層清水啦。放入烤箱調發酵功能35度，發酵佢1個鐘咁上下。時間只係參考下，都係睇狀態。發酵好之後呢，佢隻隻都肥嘟嘟、脹卜卜，好似饅頭咁噶啦。呢個時候面頭薄薄地掃一層牛奶液，擺入預熱好嘅烤箱下邊嗰一層，上下管180度烤佢18分鐘咁上下。每台烤箱嘅溫度都有啲差異噶，時間差唔多啦，你哋就睇一下上色嘅狀態。出爐之後趁熱喺表面掃一層黃油，咁就大功告成噶啦。奶香味非常之濃郁，好鬆軟。一次食唔晒嘅，放喺冰箱密封保存，食嗰陣時再翻叮一下，一樣咁鬆軟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！評論區等你嚟交功課。